罐头爆香，3层肉、豆干、青葱、芹菜依序下锅。婆婆的拿手小炒，媳妇掌勺，战战兢兢。来妈，你试看看。94岁的客家婆婆和越南媳妇通力合作，靠着这客家小炒，一举摘下客家料理厨王大赛的冠军。葱酥啊，猪肉啊，皮肤干啊，白皮香就真好，越香不行变啊嘞。今天我做后，给他过一百斤做，让我重复给做，做到他感觉 OK， 他才放心给他去炒。婆媳磨合不止在厨房里，也在相处上磨出和谐滋味。2个人的故事还被搬上荧幕拍成戏剧。身为国宴主厨的儿子，没有左右为难，反倒赚到了打响名号的招牌菜。国际组都国家上得奖以外，还有社会组也是得第1名，后来板豆也是得第2名，等于说我们都3次客家菜都得奖。客人慕名而来，专长西式料理的廖庆兴传承也创新。这道改良版的风肉让客家菜更精致。常让客人念念不忘的，还有老妈妈的私房料理：木瓜薄片、糖、红辣椒、紫苏叶和少许酱油膏一起搅拌。饭前的腌木瓜特别开胃。我们要做是那个私房菜，这个开胃菜。腌木瓜，对，这已经很香了。光看，看肚皮冷，肚子饿哦。通阿来吃饭啊！通阿来吃饭，一起来吃饭。店里常常高朋满座，圆了廖庆兴的希望。妈妈的好手艺值得与更多人分享。阿婆的冠军料理在这里维持了传统，也开创了新局。更值得被珍惜的是，他要求事事要认真的精神。挨肚皮耶，通下來食飯。挨肚皮耶，通下來食飯。